亚南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有使用到丁赞公司的苏丹红番姜仔粉，提去做沙地酱。业者有开记者会回实例，嘛讲会全部回收。目前台北市有8间业者，内底嘛包括陆军，拢有去用到这款沙地酱。那伫台中是有29间做食业者有用到。行政院即嘛表示，政府会扩大对边境来查验追踪，会对源头来主动。 台中市安厝持续客家有问题咸姜仔粉、胡椒粉、甲沙地等等酱料，拢总追查40间下游的业者，发现有29间餐饮业甲金福华买11种规格沙地酱，拢总超过16万公斤。目前已经卖出去或者是使用的有12万5千公斤，产品都要全部落市，停止购买或者是回收。下游流向正在持续的追查中，相关的产品已全数下架、停止贩售或使用，并回收中。 对查金福华下游流向的，还有台北市食安官，查出台北拢总有8间业者，其中包括阿弟餐饮公司进回澎湖咸牛三宝，卖出460盒；金福公司的影响瑞咸鸭血包，卖出52000多包。陆军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有叫福台白沙地入菜，阿弟餐饮回应讲会承担所有相关的责任，消费者会当办退货。国防部表示，有苏丹红成分的食材，目前停止使用嘛无搁卖。 有机类产品会以风险落市来送验。也那金福华食品公司针对使用丁赞公司有问题咸姜仔粉，12调开记者会回实例，必须要向社会广大的消费者道歉，对不起。金福华食品公司董事长强调讲，虽然伊是苏丹红事件的受害者，不过要是会负责。针对进前的产品，只要有咸姜仔粉的成分，无论敢是有污染，拢全部回收。 只要有投入辣椒粉的，我们在各地县市都会进行通报，并且我们会跟我们的盘商跟经销商进行全面的回收。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以生鲜辣椒为主。因应苏丹红的事件，行政院11由副院长陈文灿主持演讲会议，针对为源头阻断等等的方向，达成7大共识。 边境防堵的部分已经采取100%逐批查验。过去没有查验的部分我们一样做流向追踪。 另外，卫福部11嘛邀请70多个食品相关工协会甲业者开会，达成自主检视、送验甲通报3大自主管理，希望苏丹红的事件莫阁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